加综合报道。来看咱台湾的头一条卫星福卫1号，伫1999年顺利升空进行科学任务。虽然伫2004年就结束任务，也毋过福卫1号是继续伫地球的轨道在驶哦。经过19天，今年的5月2日，卫星落来地球的大气层导火开始烧，因为是一粒小型的卫星哦，拢完全烧掉了，是未有碎片落来地面。1999年1月27日，福卫1号卫星对雅典娜1号火箭升空。原名中华卫星1号的福卫1号是台湾第一粒卫星，重量401公斤，轨道的宽度600公里。伫顶悬主要有3项科学收载，要进行真侪种科学实验。原本计划伫太空点4年，到尾运作5年半。2004年6月结束任务，后续也是伫咧地球轨道，一直到19年后，总算伫今年5月2日登回地球烧完。第一颗卫星的目的就是要学习卫星制造技术，建厂房，然后建所有整测的设施，所有都是从零开始。那一定要有第一颗卫星的这个怎么说起头。福卫1号带动台湾伫太空人才培育，也甲政策抢房设施等真一项建设。那建立台湾太空卫星发展的关键，更加是让台湾为卫星资料的接收国变做全球第33个卫星发送国，一直到即马，也有拉风者卫星，也甲福卫8号这的相关计划伫进行。不过对着科技的进展，全球原来有愈来愈多国家投入太空领域的竞争，咱台湾的脚步必须要加紧。The Taiwanese space program has been a bit slow over the past 20 years. The government is now pushing, is giving the incentive to produce and to develop a new space program and space ecosystem. ICT industry, which is attractive and performing. 即马福卫1号真正完全功成身退，伫伊了后，伫卫星的发展持续伫进行。台湾是毋是会当挖靠半导体、甲资通讯的产业优势，伫国际太空竞赛当中，脚步徛好在，值得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